您是否发现，年纪大了之后，总觉得记忆力大不如前？有时候只是想不起刚刚放东西的位置，有时候甚至忘了打印过的事情。许多长者都以为这只是老化的自然过程，不需要太担心。但是根据为福部与国健署的资料显示，台湾65岁以上人口中，失智症的盛行率逐年上升，平均每12位长者就有1位受影响。医师提醒，饮食习惯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长期吃错食物会让脑部退化得更快。我是张医师，照顾高龄健康超过30年，在门诊里，我常遇到长者或家属焦急地说：“怎么最近健忘得这么快？是不是病了？”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和每天餐桌上的选择有关。过多糖分、盐分或加工食品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加速大脑的退化。在正式开始前，我真心想知道这样的内容对您是否有帮助。如果觉得有，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觉得还不够，也请输入0。每一个回音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礼物，能帮助我更贴近您的需求。请您一定看到最后，因为我会告诉您3个简单却关键的饮食习惯，能帮助守住记忆，让大脑保持灵活，不再被健忘困扰。那么在揭晓这些方法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健忘不只是正常老化，而是与饮食和大脑健康密切相关的警讯。许多长者在发现自己记忆力下降时，常常安慰自己，这只是老了，很正常。然而，医学研究早已证实，频繁健忘并非单纯的自然老化，而可能是失智症的早期警讯之一。大脑需要稳定的血流与养分来维持运作，如果饮食习惯不当，例如长期高糖、高盐或大量加工食品，会造成血管硬化与慢性发炎，进而影响脑细胞的健康。当神经细胞逐渐受损，记忆力自然会下降，甚至引发判断力减退、情绪不稳等问题。台湾国健署提醒，失智症并非突然而来，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很多长者其实早就有指兆，只是因为觉得健忘是正常，而忽略了等到严重影响生活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因此，认识哪些食物对大脑有害，避免长期过量摄取，是延缓脑部退化的重要第一步。这不仅能保护记忆力，还能帮助控制血压、血糖，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哪些食物若吃得太多，会让大脑退化的速度加快。第一类需要少吃的食物就是高糖食物，包括甜点、蛋糕、糖果以及含糖饮料。这些食物虽然能带来短暂的快感，但对大脑却是长期的伤害。研究显示，当血糖长期处于高值时，会促进体内的发炎反应。这种慢性发炎会破坏脑部血管，导致血液循环不良，进而影响神经细胞的营养供应。久而久之，记忆力与专注力就会下降，失智风险也会增加。此外，过量糖分会让胰岛素长期处于高分泌状态。当身体对胰岛素逐渐产生抗性时，不仅容易导致糖尿病，还会影响脑部利用葡萄糖的效率。这意味着大脑虽然需要能量，却无法好好吸收，结果就是认知功能衰退。在门诊中，我常遇到长者说：“医师，我只是喜欢吃点甜食，应该没关系吧？”事实上，偶尔少量享用无妨，但若天天吃或每餐都喝含糖饮料，长期下来就是对大脑的慢性伤害。您是否也有类似的习惯？是否常常在晚上忍不住想吃甜点？如果有，不妨在留言区分享经验。或许您的故事也能提醒更多人注意，除了甜食之外，还有另一类食物同样危险，那就是高盐食物。接下来，
我们就来了解为什么盐分过多会加速脑部退化。第二类需要特别小心的就是高盐食物。许多长者习惯吃泡面、咸鱼、腌制、蔬菜或腊肉，认为这些东西方便又有味道。但其实长期高盐饮食对大脑是一种慢性伤害。当盐分摄取过量，会导致血压升高，高血压会使脑部小血管承受过大的压力，时间一久，血管壁逐渐硬化与变厚，血液循环因此受阻。脑细胞缺乏充足氧气，与营养记忆力和思考能力就会逐渐下降。根据国健署的资料，高血压是失智症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特别是在台湾饮食习惯中普遍偏咸，许多长者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超标的钠，这不仅让心脏负担加重，也让脑部长期处于压力之下。有些人会说，我已经习惯重、口味清淡的食物吃不下。其实味觉是可以慢慢调整的，从减少酱油、盐巴开始，或改用天然香料取代，长久下来，舌头会从心适应，反而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鲜味。高盐饮食带来的不只是肾脏和心脏的风险，它还会加速脑血管的老化，间接推动失智症的进展。除了高盐之外，另一类对脑部极为不利的食物就是油炸、与高饱和脂肪食品。我们接下来就要深入了解它的影响。第三类要尽量避免的是油炸与高饱和脂肪食物，包括炸鸡、薯条、甜甜圈以及富含动物脂肪的食品。这些食物虽然香脆可口，但对脑部却有长期的负面影响。首先，油炸食物通常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鱼饱和脂肪，长期摄取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特别是低密度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当这些胆固醇堆积在血管内壁时，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使脑部血流减少，进而影响记忆与学习能力。其次，反式脂肪会引发慢性发炎反应，脑部神经细胞对发炎非常敏感，长期处于发炎环境中，会导致神经传导效率下降，甚至加速脑细胞的凋亡。研究已指出，经常食用油炸食物的人，失智症的风险明显高于饮食清淡者。另外，这些食物通常热量很高，容易导致体重增加与代谢症候群，肥胖与胰岛素抗性又会进一步损害脑部健康，形成恶性循环。或许有人会觉得，偶尔吃一次应该没关系吧？确实，偶尔少量并不会立刻造成问题，但若成为日常习惯，长年累积下来，就会对脑血管和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在了解了糖分、盐分和油炸食品的危害后，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另一类食物，那就是红肉与加工肉品。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为什么它会成为大脑退化的推手之一。第四类应该少吃的食物就是红肉与加工肉品，像是香肠、火腿、培根、热狗，这些都是许多长者餐桌上的常客，但事实上它们对脑部健康的威胁不可小觑。首先，加工肉品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与盐分，长期摄取会加速血管硬化与高血压，间接影响脑部血流，脑部缺乏稳定，供应记忆力和判断力自然会下降。其次，加工肉品中常含有硝酸盐与亚硝酸盐，这些防腐剂在体内代谢后可能形成具毒性的化合物，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许多研究已经指出，经常食用加工肉品的人，失智症风险明显高于少吃或不吃的人。另外，红肉摄取过量会引发体内发炎反应，当发炎长期存在，脑细胞会逐渐受损，神经传导功能下降。这种情况下，即使短期内感觉不出明显差异，但长期累积下来，脑部退化的速度会加快。
我想问问您，平时是否也习惯早餐配火腿或香肠，又或者在聚会时常常享用培根或热狗？如果有这样的经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可能对大脑造成的隐藏影响。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4种需要少吃的食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常见的错误观念会让人低估健忘与失智的风险。除了饮食本身之外，许多长者在面对健忘时，还常常掉入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认为老了就该健忘，这种想法最危险，因为它会掩盖失智症的早期征兆。很多患者本来可以在初期透过调整饮食与生活习惯延缓退化，但却因未觉得正常而错失时机。第二，依赖保健食品却忽视均衡饮食。有些人听信广告，认为吃了某些补品就能改善记忆，于是继续保持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事实上，没有任何单一产品能替代均衡饮食。真正的关键在于控制糖、盐、油脂，并增加蔬果与优质蛋白的摄取。第三，缺乏定期健康检查，许多长者多年没有验血，等到明显健忘或情绪改变时，才发现脑部功能已经受到影响。其实，透过定期检查血压、血糖与胆固醇，可以及早发现风险病，采取行动。这些错误观念让人低估了失智症的严重性，也让大脑退化悄悄加速。改变从认知开始，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健忘不是小事，才会愿意采取正确的行动。既然如此，让我们来看看数据怎么说。台湾的失智症现况，或许能让您更清楚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台湾国健署的资料，目前全台约有超过30万名失智症患者，而且随着人口老化，这个数字还在快速上升。推估到了2036年，台湾失智人口可能突破50万。这代表失智症不再只是个别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更令人担心的是，许多患者在早期出现徵兆时，并没有被重视。根据调查，将近一半的家庭会把长者的健忘解释未尽正常老化，因此延误了就一语调整生活的时机。等到症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时，往往已经错过黄金介入期。临床上，医师经常强调，失智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饮食习惯若不健康，会大大加速脑部退化的速度。反之，若能及早改变饮食与生活方式，就有机会延缓病程。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选择吃什么，都会累积成长期的影响。因此，当我们面对糖、盐、油炸、加工、肉品等食物时，不应该再轻忽。对于年过70岁的长者来说，这些饮食习惯的影响尤其显著。每一次的忽略都可能让脑部退化提早发生。那么，如果继续无视这些警讯，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内容，或许会让您更加警觉。很多人仍然相信健忘只是年纪大了的必然现象，于是一次次把钥匙放错地方，一次次忘记刚说过的话，就这样被忽略了。其实每一次健忘都可能是大脑在发出求救信号。当血管因为长期高、沿高脂肪饮食而硬化，大脑的血流会逐渐下降。当糖分长期过量，大脑的能量利用效率会降低。当加工肉品中的化学物质累积，大脑神经细胞会受到伤害，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失智症快速恶化的土壤。临床上，医师常看到患者在出现明显症状时，才被家人带来就诊。这时候，不仅记忆力已经大幅衰退，生活自理能力也受到影响。从原本只是偶尔健忘，到后来无法独立完成日常事务，
这段过程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因此，忽视饮食的危险，不只是增加慢性病风险，更可能让大脑退化，提前数年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75岁病人的故事。他原本也是觉得健忘无妨，但因未长期的饮食习惯，最后导致了不可忽视的后果。接下来就让我分享他的经历。我记得一位75岁的黄先生，他退休后生活单纯，最大的嗜好就是每天早餐一定要配火腿和培根，午餐后还要来一杯含糖饮料。家人常提醒他少吃一点，但他总是笑着说老了开心就好。起初他只是偶尔忘记东西放哪里，有一次他出门买东西却忘了自己要买什么，只好空手回家。家人觉得奇怪，但黄先生仍然认为只是健忘。直到有一天，他竟然在熟悉的社区里迷路，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才让家人惊觉事情严重。送到医院检查后，医师发现他的血压和血糖都偏高，血液检验显示胆固醇也超标，再加上认知测验结果确诊为早期失智症。医师告诉他，长期高糖、高盐与加工肉品的饮食习惯，正是加速大脑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听到诊断的那一刻，黄先生非常震惊。他没想到每天习以为常的食物会对大脑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于是在医师和家人的鼓励下，他开始认真改变饮食，早餐不再吃火腿培根，而是改成燕麦片加水果，午餐避免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晚餐则增加蔬菜与鱼类，并减少红肉。几个月后，黄先生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虽然健忘仍偶尔出现，但频率大幅降低，精神状态也比以前稳定。家人说，他现在更愿一出门散步，与朋友聊天，生活品质比过去提升不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忽视饮食带来的危险，会让大脑退化得更快，但只要愿意调整，哪怕是在确诊之后，也依然有机会延缓病程。既然如此，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有哪些食物能取代这些有害的选择，帮助大脑保持健康。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糖分、盐分、油炸和加工肉品会伤害大脑，那么有哪些食物能帮助维持记忆与思考呢？第一，鱼类，特别是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鱼，如鲑鱼、蒸鱼与沙丁鱼。Omega-3 有助于维护神经细胞膜的完整性，促进脑部血流，被多项研究证实能降低失智风险，建议长者每周至少吃2次。第二，坚果与种子，核桃、杏仁、亚麻籽等含有健康的脂肪与抗氧化物，能减少脑部发炎，提供稳定能量来源。每天一小把坚果就能对大脑有良好保护作用。第三，深色蔬菜与水果，像是蓝莓、菠菜、花椰菜，富含维生素与植化素，能清除自由基，延缓脑细胞老化。研究显示，经常摄取这些食材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明显较慢。第四，全谷类、羽豆类、燕麦、糙米、红豆与绿豆能提供稳定能量与膳食纤维，避免血糖快速波动，减轻胰岛素抗性对大脑的负担。这些替代方案看似平凡，却是守护大脑最实际的方法。比起依赖昂贵的补品或药物，真正有效的关键是每天餐桌上的选择。所以记住，少吃会伤脑的食物，多吃有益脑部的食材，这才是延缓大脑退化的核心。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个总结，回顾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健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一再忽视它，把它当作正常老化。今天的分享告诉我们，饮食习惯和大脑退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顾一下，我们谈到了4种长者，
应该少吃的食物，高糖、高盐、油炸以及加工肉品。这些看似日常的选择，其实会悄悄加速大脑退化，让失智更快到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透过鱼类、坚果、蔬菜、水果与全谷类，能为大脑提供更好的养分，帮助保持清晰的思考与稳定的记忆。这些方法虽然简单，却是延缓退化的关键。正如我在影片开头承诺的，3个守护大脑的饮食习惯是少糖少盐，增加天然食材，多吃鱼与蔬果。这些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能让您在年长之后依然维持清晰的头脑。如果今天的分享让您得到启发，欢迎把影片分享出去，或在留言区写下您的经验。您的故事可能会帮助更多人正视健忘与饮食的关联。本影片仅供健康参考，不能取代专业医师诊断与治疗。使用前请务必询问医师或药师。祝您记忆清晰，健康长寿。